竞赛，大竞赛是征西大元帅，二竞赛是副元帅。这次恁来当我征西凯旋回朝，天下最大荣耀就落在我王家。这一切拢是爱靠岳父你的提拔。是啊，若非家父在皇上面前保证，小婿哪有其他一个啊？话虽然是安尼讲，但也都爱两位贤婿恁有才能。恁家属若无才能，老夫想要提拔你，也无从提拔起啊。对哦，阿爹，咱像三妹嫁到迄个四平贵，阿爹若想讲要甲伊提拔，嘛唔知讲要安怎甲提拔，总袂用讲叫阿爹你赏互伊一个金碗，互伊四个咧共分饭啊啦，对无？你是过去的代志，那就搁再提起。大姐啊，我只是纯粹安尼讲尔。阿爹啊，你都唔通生气呢。明仔载魏好甲大姊夫就要出征啊，来，咱大家都来干杯啦！小婿敬家父。好，我以祝魏贤婿一路顺风，马到功成。多谢家父。来，给你们人给你几杯哈，多饮多饮，啊，用菜用菜。岳父，小婿还阁有一点仔代志，必须要打点一下。无我来去，小等你随来。你若无用水哩？我顾是。来，你会啉加啉几杯？大姐啊，甲阮大姐夫明仔载就要出征啊，安尼个代志还未准备好是毋是？妹妹啊，恁大姊夫的个性就是安尼啦，大小的代志拢嘛爱家己亲自去料理。佮较哪讲，也是二妹婿较好，什么代志都无放咧心肝内。咱若像魏好哦，透过摇脑啦，什么代志咱嘛爱我替烦恼。也你呢？你嫌袂到讲我赶紧甲你去出征啦？吼，也上好是拢卖倒转啊！吼，卡袂哦，你替我咧做代志啊！好啦，恁翁某就是安尼生，无代无志啊，安尼生拌嘴饮。来，大家加啉几杯啊！预祝魏好出去攻城。好，记过岳表，现在免礼。是这。现在啊，我听迄厝人讲，平贵啊已经投降啦。是。大姑爷，我听人伫咧讲什么三姑爷？伊伫迄个楚江河的所在，收拾一个妖怪，听讲吼是一百百呢，敢这样真实嘞？无毋对，四妹婿，伊收获了肮脏人马，有功在来，我已经也命伊做先锋官。那安尼实在真好，现在今后就多亏你家关照平复，也老为好，家己是有心，处处都要为难你，我实在真袂放心。阿表，你只管放心，只要有小婿的存在，我绝对袂予伊四妹婿吃亏。我确实着安心，希望变贵，今后会当立功倒转，得到一官半职通做。
可怜的宝泉仔囝，就哭出头了。三姐，是咯，你这身的营养是对倒位来的？我已经做将军了。做将军？西凉国的犯兵侵犯玉门关，奉上出征，并为苏良为好为元帅。我在草江哦受肮脏辱骂，苏元帅便我为马前先锋。是咯，你出头的日子终于来了。什么时阵就要起庭？我身骑肮脏良马，快马加鞭，倒转来甲你施行，这可就要中庭了。哪咧讲？你唔着随时要离开啊？苏龙啊！为有的只有为别再讲啊，若是一个梦，做人懂啊。千言万语好难讲，如此的分别太匆啊匆啊，出岸并西啊。岁月
赢着再点某的。本领如山，山貌不动，有生命自由。你要紧去，你紧去啊！苏老，我送你。外面风大，你也是莫送。是咯，我一定要送你。至少，咱人阿某也阁会当相思几啊时刻。是咯，敢讲你安尼也唔肯答应我心？是咯，你还会记得这个叉桥无？这个叉桥是小你拄安怎？
插桥一边。我要来去甲伊讲两句啊！老师，老师啊，我真个来甲你送行的。老师，你若去哦，你家己就较保重的。杨长，我处级的出征，但必须要爱两位大哥你来照顾着伊三者。这你放心啊，你阮这个地府啊，我会较照顾，你说你安心。是啦，你放心去，无要紧啦，阮拢会听下你成功倒转来。